另外咧，我哋嘅推廣工作當中咧，亦都係有去到唔同嘅中小學、幼稚園咧，就做一個粵劇工作坊，係利用遊戲去介紹粵劇嘅。例如有一個叫小不點學粵劇嘅工作坊啦，有一個咧就係粵音九聲，叫做牛腩麵與粵音聲調嘅工作坊。就聽粵曲學新年工作坊，聽故事學粵劇呢班係幼稚園嘅小朋友，所以要畫，即係我陳年畫嘅漫畫出嚟咧，就教啲小朋友唱粵曲啦。佢哋唱呢首咧係花鼓芙蓉嘅，都唔簡單。另外我哋有個工作坊係用點解大風上嘅呢個劇嘅主題咧，就去介紹粵劇嘅知識嘅。另外有一個嚟緊呢一個暑假之後咧，會推出嘅咧就係敲敲鑼打打茶嘅一個鑼茶工作坊。阿崔校長，你快啲 book 我哋。跟住就係一個老師粵劇工作坊，咁咧就係啲老師而家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着手去教小朋友粵曲粵劇，因為佢自己都唔認識或者甚至唔中意，所以咧我哋都有個老師嘅粵劇工作坊同我哋一齊去講講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係滲入學校嘅恆常課程，即係話平日咧佢哋想開中文堂嘅，就唔係課餘嘅喎。想開中文堂，我哋就借一借中文堂老師嘅課堂，就變咗粵劇的中文、粵劇的英文等等，粵劇的體育。呢個好好玩啊！阿田嗰間學校喺大嶼山，好多外籍嘅同學嘅，又係一齊咁學粵劇。胡 Sir， 咁啱嗱，呢個就係胡 Sir 間學校啦，係總之係話胡 Sir 係嚟自唔係佢間學校嚟自大嶼山，自己好似搬咗出嚟，唔知邊度住，係。咁咧就係其實好遠，好開心啊！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唔同嘅教育計劃咧，申請咗啲資助去做嘅，包括全部中三年級每班都有一年有一堂咧係做粵曲嘅。另外新年工作坊、老師工作坊、粵劇全方位分科體智能、粵劇體驗課、唱語做以外嘅粵劇知識一個入營嚟嘅。另外小腳板中國心係一啲國民教育嘅體驗課。另外等等。另外咧就拉埋班後生仔女咧就中學生嚟嘅，咁就去做舞台嘅工作，咁啊列入學校戲曲教育計劃之一。就小學生就做戲，中學生就做舞台工作人員。咁係好開心，啲中學生咧又唔中意睇粵劇，去到慢慢覺得都幾好玩噃。咁另外我哋一個項目，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開心3代茶督法。當我哋嘅平時我哋嘅細個同大個，好似好多偈，好難溝通啊！成日叫你着多件衫啦，食飯啦，冇氣啊，冇咩講埋啲咁嘅話題，細路仔覺得好沉氣。咁但係如果當啲細路仔中意咗粵劇嘅話咧，佢會揾邊個嚟問嘢咧？啲字唔識，個故仔唔知講乜，揾阿公阿婆。咁開始咧3代就有偈傾咯。咁另外咧，外國朋友我哋都係接待過一啲外國嘅青年朋友咧嚟香港，去喺啲訓練營啊講座當中咧就同佢粉墨登場啊，去介紹粵劇嘅。另外一個工作範圍咧就係小禮品製作。咁我哋咧就而家仲見到嘅咧有時撩綠嘅大公仔啦，已經絕咗版嘅咧就係有時同埋撩綠嘅鎖匙扣。邊個而家擁有鎖匙扣撩綠時嘅喎？鎖匙扣係絕咗版，哎呀，俾時翻佢啦，我都冇啊！阿遠他就捐咗出嚟啦，都出咗工啦已經，我哋想做版再製作多啲。咁另外咧，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日子咧，咁我哋除咗啲鎖匙扣啊公仔之外咧，大家入場嗰時有冇見到兩個吹波波嘅時同撩綠啊？見到嘅好就。邊個想？一陣我哋臨尾嘅大抽獎就係抽嗰兩個，邊個想要嘅？我都想要。抽到俾我啦！咁我哋真係要多謝啦，多謝兩組嘅朋友啦。第一組咧就有位朋友咧，佢就係贊助我哋今日嘅吹波波活動嘅阿 Timmy 姨你喺邊啊？你得啦，你係嗰邊遞下手，你中意見下我哋，好多謝。另外咧就真係要好多謝阿 Stanley 哥哥。應住 Sandy 哥哥有着數啊！一陣每一個小朋友咧都有個波波拎翻屋企嘅嚇。同埋咧講啦，真係好多好朋友咧好有心。呢兩個時撩綠吹波波公仔咧，琴晚做咗一個通宵，就攞住我哋嗰張貼紙相咧，就睇下點樣吹到好似時撩綠啊！好難得，我哋俾啲掌聲啊 Sandy 哥哥好嘛？
石公仔大家見過晒啦，全部呢啲公仔咧都係有名有姓嘅公仔嚟㗎，咁你自己認翻佢啦。貼紙啦、明信片啦，都就嚟絕種啦。有信封嘅，其實信封信紙嘅都有絕咗種啦，賣斷市啦。好啦，另外咧就香港以外嘅演出咧，我哋2000年咧去過美國加州一個中學嗰度交流演出。2002年咧，我哋就去過芝加哥底特律三藩市，就係正話我哋有啲美國朋友咧，突然出現嘅啫。就係嗰年咧，幫我哋演出嗰陣時煲湯啊，咩啊咁，即係幫你做 T-shirt 啊，做舞台啊，多謝你哋嚇。喂，事隔有10年啦，依。咁咧，另外02年咧，我哋去過粵北山區，帶啲小朋友去做一啲助學嘅一啲活動。跟住03年佛山嘅嗰度咧，就係梁國情叔叔咧，就開始認識阿叔叔啦咁喺佛山度演出過啦，04年都演出過啦，08年咧就陳志超叔叔咧就帶我哋去深圳做咗個演出嘅，就係深圳粵劇節。另外本地嘅應邀演出咧，哇！小朋友咧好厲害，帶到我哋去到香港天南地北唔同嘅地方，包括我哋入過禮賓府做個演出，嗰度啲三文治咧同埋曲奇餅好好食㗎。咁另外咧就係姚宗儀學術館入去幫阿姚宗儀教授做90華間慶賀嘅。廉政公署連續幾年咧邀請小朋友做個演出，另外你都鼓勵小朋友做一啲義務工作嘅，咁呢啲係扮揼骨，幫啲公公婆婆一路唱歌一路揼骨嗰啲咧，咁好冧㗎啲公公婆婆。咁另外咧，就喺呢幾年裏邊咧，我都曾經係接受過海外嘅地方嘅邀請咧，出席一啲國際嘅研討會，包括2010年咧就係美國布朗大學嘅國際藝術研討會，另外就係澳門嘅15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都係佢哋想知我哋點樣將一個傳統嘅一個藝術去介紹翻出嚟俾其他朋友嘅。另外，我哋另外一個都好龐大嘅、好密集嘅工作咧，就係而家好多中學生、大專院校學生咧，係要做好多專題研習嘅。咁好多朋友都選擇咗粵劇呢個題材。咁打到電話嚟咧，我哋都盡量同佢講：好啊，咁你嚟啦，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同呢啲嘅訪問。咁好啦，今年去到眨下眼就嚟到第10年，原來2012年咧係一個好特別、好奇怪嘅一個年頭。今年咧就奇怪在咧，我哋所有香港申請嘅場地都申請唔到，咁我哋就好惆悵啦，死啦！啲細路仔等唔到嘅喎，如果佢哋冇得演出嘅話咧，佢哋跟住大下咧，有啲角色又做唔到啊咁樣。咁啊，正在喺我哋惆悵之餘咧，就唔知點解咧，今年咧1年落去咧，我哋4月份，我哋全部喺香港以外嘅地方演出。4月份我哋去過佛山演出，小朋友去過舉手。應該有17隻手嘅，係佛山嘅嗰度，得啦。跟住咧就我哋10月份會去深圳演出，深圳嘅舉手，好。跟住低啦。跟住我哋7月暑假咧有幾個小朋友咧就去咗北京一轉嘅，就做咗個演出嘅。北京嘅舉手，喺度喺前頭。好啦，另外咧就係佛山、北京、廣州、深圳之外咧，另外今年咧亦都有個邀請咧，就去到廣州嘅一間幼稚園嗰度咧，就同佢用英文嚟做粵劇嘅。咁所以咧就唔知點解2012年咧好奇怪地咧，我哋好多香港以外嘅一啲工作，就係包括呢幾個地方。咁都好開心地咧得到各個唔同嘅朋友幫手，因為我其實都每年咧，其實小朋友唔知道，我哋都好惆悵點樣可以讓小朋友多少少機會去演出，希望起碼做到香港每年1次。咁今年咧就結咗我哋就係離開香港去外地演出，亦都希望咧通過你哋嘅演出咧，帶動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咧去認識另外一方面嘅粵劇。好，今年係啦，2012年我哋就做咗落難三眼小神仙，舊年做嘅戲，今年出咗個 DVD 啦。另外我哋有個義務演出啦，有參加過唔同嘅邀約演出啊，書畫展啊、書展啊，今年民建聯揾我哋去賀佢哋啦。咁另外又係一個開心3代演出啦，等等。呢啲係粵劇計劃，咁舊年至到今年咧就係以粵劇為教材，入咗去6間香港嘅小學嗰度咧，就去推廣。呢
呢個係外國朋友嚟嘅，佢幫我哋打白欖羅茶嚟做月亮姐姐嗰段，我哋就咁啦，佢又再起白欖羅茶。咁其實係好開心地咧，見到小朋友咧係拎拎查查啊，甚至外國朋友都同我哋一齊參與本地嘅藝術活動。另外係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卓斯英文幼稚園咧，就啱啱7月份咧就舉行咗佢嘅畢業典禮。今年嘅主題係粵劇，就全部104個畢業嘅高班小朋友全部粉墨登場，所以咧就哇犀利，打埋鑼打埋茶做埋元帥仔啦。好啦，另外我哋今年有個暑期活動，就第一個就係羅茶班啦，羅茶班參加過羅茶班舉手。好，一陣我哋有問題問翻你哋。第二有個粵劇嘅專業徵集班啦，請到佛山嘅老師嚟同我哋上堂嘅。另外咧有個細路哥茶督察嘅演出，細個嘅真係細個全部幼稚園咁大。咁一陣佢會同我哋做少少演出嘅。好啦，呢係暑期活動嘅情況啦，打鑼打茶咁你哋今年我哋話去到唔同嘅地方做戲，佛山嘅呢個。好啦，跟住其他北京嘅。另外就係深圳嚟緊嘅 ，OK， 好，咁啊10年裏面咧就10分鐘講晒啦，咁啊多謝咁多位嘅支持同埋啦。我哋好輕鬆嘅㗎，我哋冇彩排嘅。冇錯，咁唔該晒馬老師話，哇10年咧用幾多時間啊？10零分鐘就講晒過去10年發生嘅嘢都好厲害，好厲害。你睇佢佔咗10年裏邊嘅其中起碼6、7、8年㗎啦。幾個月都我啱嚟嘅就我新嚟嘅。係你啊？係啊，你咧係我哋兩個我哋嚟緊咧兩個小朋友嘅家長啊，你唔好見到後生生。但係我兩個小朋友咧就都學咗好耐時間啦，9年啦學咗嚇。結咗業㗎啦，已經舊年結咗業。好啦，咁咧每一年咧我哋咧都有咧一個嘅最佳學員選舉啦，咁咧就有咁多個唔同嘅同學啦，咁咧都要投票喎。咁咧以下咧我要請埋伊凡姐姐出嚟先得，因為咧伊凡姐姐咧就好清楚知道成個流程啦，同埋咧點樣揀到我哋最佳學員出嚟喎。咁伊凡姐姐交俾你啊！各位好，我哋2009年開始咧就設立咗呢個最佳表現學員嘅。咁咧，我哋投票準則咧就由小朋友、家長、茶督察嘅工作人員同埋老師咧，就以小朋友4方面佢哋嘅學習態度啦，同埋演出表現，平時整唔整齊啦，待人接物係點樣啦，嚟評分嘅。咁點解小朋友都有得投票咧？咁其實我哋想喺小朋友喺呢個過程之中咧，就回想翻其他小朋友會唔會有啲咩值得佢哋學習啊？自己有冇啲咩改善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小朋友都有得投票嘅。咁我哋咧就揀咗幾張投票紙，大家睇下先。咁呢個係馮彩欣，係啦，盧正文投俾阿馮彩欣嘅。咁原來馮彩欣就係平時嘅學習態度好，好認真嘅，咁有禮貌嘅，咁所以有1票，係啦。咁呢個咧就係阿梁海晴，咁係阿子月媽媽投俾你嘅，咁就話你學習態度認真啦，咁同埋好鎮定，飛甩咗隻鞋，都係好鎮定咁演出嘅。咁呢一幕咧係上次落爛衫嘅小神仙，好多人都讚嘅。好，咁跟住咧何子瑩就投俾阿馮彩欣嘅，咦馮彩欣好犀利喎，有2票咯，好已經係啦，話佢捱得苦，同埋都係好認真嘅，好有禮貌嘅。好，子月就投翻俾子月喎，其實都好嘅，我哋都鼓勵小朋友可以投翻俾自己嘅喎，只要自己覺得自己做得好咧，就可以投俾自己嘅喎，咁係清楚有解釋嘅喎。好，咁咧就係呢個阿甜甜就投俾阿子瑩嘅，咁阿子瑩咧就係即係小神仙，咁啊又係好認真學習嘅。好啦，我哋睇住咁多先，咁啊選票結果係點咧？咁呢度有一紮候選人嘅，係啦，咁我哋睇下先，梁海晴。好，梁海晴有5票，好嘢，子月有4票，好，甜甜1票，好，南南身在北京啊，而家唔喺度，有2票，越嚟越緊張啦，羅子成2票，彩欣2票，子瑩1票，夏琪1票，好，而家應該帶領嘅就係梁海晴，梁海晴喺邊？係啊，我知。定係陳思榮，而家究竟係梁海晴定係陳思榮咧？係啦，係咪好緊張咧？海晴定思榮？好，睇睇先。哦，爭1票，咁啊結果咧就
哋而家講下點解阿海晴佢可以攞到呢一票啦，因為其實有老師啊同埋同學都有投俾阿海晴嘅。咁啊海晴咧，可能佢自己咧平日咧我哋睇咧，佢可能嘅起步點咧就冇咁高嘅，係啦。但係咧海晴咧，佢一樣好好咧，就係好刻苦、好認真學習嘅。咁每次咧，我哋交咗佢嘅功課咧，最初第一次彩排，咁可能我哋都有啲擔心，咦點解咁嘅？好似爭得距離目標都幾遠喎咁樣。咁老師會你功課去做，點知下一轉佢完全係放心到交好晒功課，做得好好，同埋咧佢唔怕辛苦，亦都冇怨言，從來冇發過脾氣，呢個好緊要。其實有小朋友會發脾氣俾面色老師睇嘅喎，但係海晴係永冇嘅，永遠都笑住嚟同我哋講，同埋次次咧佢都講得嘅時候咧好有信心，同埋帶起到全場嘅氣氛，啲小朋友嘅氣氛係好好嘅。而家請阿馬老師係啦，平時更加易啲嘅，寫話唔怕辛苦嘅。阿彤彤哥哥咧講咗句，如果係海晴，佢會唔怕辛苦，佢會教幾辛苦，佢都會抽時間出嚟教阿海晴。咁阿媽咪不如又講幾句先啊！阿女學咗2年，其實佢真係唔係好突出，但佢嘅情緒啊同埋認真嘅態度都得到大家嘅認同，咁我都好開心，係好感動。多謝咁多位。有冇説話要講你？好啊，我哋揾阿馬老師頒獎你。最佳表現學員獎。繼續努力。咁啊，今年爭啲嘅學員啊，繼續努力，下年咧再繼續爭奪呢個獎啊！我哋好想咧，就係咧邀請呢一啲咧，我哋之前嘅同學仔啦，而家嘅同學仔啦，同埋一啲家長咧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心聲喎。咁咧我哋咧先咧請一請咧阿思穎啊上嚟咧同我哋講講佢心聲喎。咁原來咧思穎好特別啊，點解特別咧？就因為咧原來佢好想咧喺茶德燦咧留多1年喎。上嚟啊，係啊。咁咧，然之後咧，佢點啊？佢想轉校啊！咁但係咧，就係因為想喺茶德燦留多1年咧，而咧就即係轉校係咪啊？咁咧，我交個咪俾你分享下喎。大家好，我係10歲嘅陳思穎，我學咗粵劇咧已經有1年多㗎啦。咁我都參加咗幾次演出㗎。記得我未參加茶德燦之前咧，我係一個好少講嘢同埋被動嘅細路仔，任何咩嘢咧都係淨係睇，係唔會問㗎。有一次咧，學校派表格就問對粵劇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試下參加粵劇興趣班。咁咧，我喺媽咪嘅建議之下咧，我咧就決定嘗試一下，就第一次接觸咗粵劇。我係一個任何事都冇決心堅持落去嘅人。最初我參加茶德燦時，同以往一樣，大部分都係坐喺度睇同學練習。老師都覺得我係一個懶洋洋嘅細路仔，要吹一吹做一做。直至我參加咗月亮姐姐誰何香嘅演出之後，我對粵劇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參加咗粵劇嘅固定訓練班，我每個星期都堅持學習下去。喺茶德燦老師教導之下，我變得開朗主動。有一次馬老師提問誰做3眼小神仙嘅
謝莫思儀，我鼓起勇氣舉咗手，結果得到馬老師嘅同意，晚上就攞咗台詞喺屋企練習，爹哋媽咪都有幫手。上個月我去咗北京演出，喺演出前一晚，馬老師仲同我彩排，將每個動作同埋字逐一修改，為求字正腔圓。雖然訓練過程好艱難，但係1年嘅時間內，查督燦讓我得益非淺，唔單止喺粵劇上，仲有喺做人嘅處事上獲益良多。我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但係因為時間緊密，我只好喺呢度完結。最後，我想借一個機會感謝馬老師、基時媽、Eva 姐姐、張老師、霆鋒哥哥嘅教導同埋鼓勵，並且要多謝大家嘅細心聆聽。哇，好犀利喎！咁咧，除咗咧現任學員之外咧，我哋仲有咧，我哋已經大個咗個學員喎，就舒兒丁丁啦，交個時間俾佢。13歲舞台監督啊，中間啦，唔該。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各位查督燦嘅學員，你哋好！我係查督燦第1屆嘅結業學員丁慧儀。首先好多謝查督燦俾咗呢個機會我，代表眾多嘅結業學員喺大家面前致辭。我加入查督燦呢個大家庭，雖然只係短短5年嘅時間，但係我已經擔任過好多唔同嘅崗位，由台前到幕後，由一個小老倌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舞台監督。好感謝馬老師咁信任我，俾咗咁多機會我去擔任幕後唔同嘅職位。另外，我對舞台管理有更加深入嘅了解，體現咗查督燦嘅借舞台作教室。仲好記得我第一次係做英語粵劇最打金枝嘅舞台監督。做小演員嘅時候，我做過侍衛1個，喺冇乜壓力嘅情況下就完成咗演出。但係身為一個舞台監督，責任比較大，由於我力求完美，所以就好自然咁認真起嚟，個樣亦都比較兇惡，所以就令到好多小朋友都可能比較驚。好記得嗰日，馬老師向場地嘅舞台監督介紹我呢個13歲嘅舞台監督嘅時候，嗰個場地舞台監督非常之驚訝。但係嗰陣時睇見小朋友彩排，又會諗翻起自己細個都好中意周圍跑、周圍跳，眼睛又唔望觀眾，好百厭。但係一到正式演出嘅時間，所有百厭星都變晒小老倌，好認真，好乖，證明查督燦嘅小老倌都可以遊戲時遊戲，認真時認真嘅。好慶幸自己仍然可以喺參與演出嘅同時，亦都有機會擔任演區以外工作。馬老師講過，只要年輕人肯承擔，就會俾機會佢哋嘗試，等我哋喺錯誤中學習。我哋要相信自己係得嘅，有機會就要好好珍惜，唔好樣樣嘢都只睇一點點。多謝各位。哇，唔該晒。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仲有一位咧家長咧會同我哋分享喎。咁咧佢咧就係咧阿子瑩媽媽，咁想請子瑩媽媽上嚟啦，唔該晒。家長，好似次次講家長方向咧，都係叫我，其實我都唔係我哋啲家長個個怕醜喎。因為好多家長都好多嘢講啊，其實我講嚟講去咧都唔知自己講乜嘢。不過咧呢度何子瑩咧都教得2年半啦。其實呢2年半裏面咧，其實我睇到好多小朋友個進步咧，個成長個改變好大。咁都覺得係好開心。每次嘅演出咧，睇到個小朋友咧。個認真啊，個捱得苦咧都好感動嘅。咁其實我自己咧都即係加入呢個大家庭咧，我自己都好開心，覺得好即係好開心自己認識查督燦呢度咯。即係因為我平時咧都係一個其實好孤陋寡聞嘅人，冇咩信心嘅，即係打工共工咧。即係識咗查督燦之後咧，哇到處去勻晒，無論馬鞍山啊、石硤尾啊、將軍澳啊、佛山啊。嚟緊深圳啊，真係好，即係認識到香港。如果唔係咩數碼港啊，如果唔係我自己都冇去過呢個地方嘅，即係令我自己都大開咗眼界啊！即係
即係尤其今次佛山今次嘅表演咧，即係原來先認，即係開頭咧俾佢哋參加兒童粵劇咧，即係係一種俾佢玩一種活動咧，冇諗到原來個兒童粵劇要發展都係咁重要。經過呢個佛山嗰次去表演咧，我先真正感受到原來個粵劇個發揚嗰種傳承嗰種有嗰種使命啊，即係感受到原來有一種田層嗰種階段咧，即係另外一種睇法。即係感受到佛山島原來咁啲粵劇界嘅人咧係感受重視嗰種兒童粵劇嘅發展咯，即係令到我好似有另外一種睇法咧。我俾佢哋參加呢個兒童粵劇係冇錯嘅，其實即係然後其實每個家長個背後咧個支持咧真係好重要啊！就做咁多位咧，即係為咗個小朋友粵劇，即係東奔西跑啊，左撲右撲咁，其實真係都好辛苦。即係呢個背後嘅支持咧，真係好重要。我自己都感受，即係嗰種感受到個家長。其實家長咧都好多嘢講，只不過大家咧冇上嚟咧，我即係只不過係代表咗我自己各位家長嗰種心聲咯。即係多謝大家。好啦，咁咧就跟住落嚟咧，就其實咧每一年咧就茶不燦咧都隨住啲學員咧慢慢長大咧，都會有咧一啲學員咧需要結業啦。咁今年都唔例外，咁今年咧我哋有2位同學咧會結業，咁咧就拜拜茶不燦啦。咁但係咧又唔係唔開心嘅喎，因為佢哋真係越嚟越長大嘅時候先有得結業㗎嘛，佢讀到我結業咁就問題啦。咁咧我咧想請呢2位結業嘅學員啦，同埋咧佢哋咧嘅媽媽上嚟啊，同埋善盈姑姐啊，咁啊包括阿盈盈啦、盈盈同埋媽咪啦，同埋盈盈啦，我爹哋，OK好，好得。跟住咧善盈啦同埋善盈姑姐喺邊啊？善盈，係一齊上埋嚟啦。咁咧我哋咧請阿盈盈咧同我哋分享幾句先啦，呢個結業心聲。嗨，大家好，我叫黃盈盈，今年12歲。不過就已經喺茶督撐學咗8年半啦。咁我都仲記得我第一次嚟炒撐學嘢嗰陣時咧，仲係好似着到頂一陣啊，好似公主咁樣，跟住着到公主咁樣入嚟。跟住我仲記得之前我覺得好辛苦，咁有一排話，我同爹哋講話，我唔想學啦，咁樣啦，好任性。但係後尾就係多謝基時啦、Eva 姐姐、老師好多人都鼓勵我話，要繼續學落去，咁都係繼續學落去。咁就係要多謝咁多位教我嘅人。大家好，呢個係我女啦，我係姓黃達強。就各位嘉賓好，我睇到咧有佛山又有梁國晴先生啦，因為我都其實接待過幫手茶都茶接待過你哋。咁咧又見到有啲喺美國過嚟嘅朋友啦，咁又有啲又喺澳門過嚟話咧，澳洲啲小朋友翻嚟都有。咁我喺呢個家庭嗰度咧係有8年。咁講翻我嚟呢度學習，我個小朋友嚟學習嘅初心咧，就係大概佢4歲嗰時咧，就睇咗一度就係月亮姐姐睡荷香。當時睇完之後咧，覺得好震驚，因為點解一個粵劇咧可以做到咁好嘅咧咁？我翻去咧就睇資料，睇完資料咧，越嚟越覺得咧係一個唔簡單嘅一個協會，係好有心嘅一個協會。咁我再翻查一啲資料咧，原來馬老師咧係真係畢業咧都係喺呢一個門派嗰度，即係學粵曲啊、粵語，佢係留意嗰個都係喺呢個範疇嗰度畢業咧，碩士畢業都係呢一類。咁我覺得一個唔錯嘅學會喎，仲有係。佢係好難得咧，將我哋中國文化粵劇呢樣東西咧，佢係承傳下去啊！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喺我哋嘅呢一代咧，其實對粵劇粵曲咧係
係感覺係幾乏味嘅某情況。但係呢個乏味咧，我睇完《月亮這一睡荷香》之後咧，我完全唔係有咁嘅感覺，我完全改觀嘅。以前我係對粵劇係你唔好送飛俾我耍手擰頭，但係我今日我企喺呢一度，我係入邊我嘅血係入邊係有粵曲嘅血。因為呢8年咧係參與茶督撐咧，我係成日同人講。茶督撐，佢可能你哋覺得佢係比較同一般傳統嘅粵劇係唔同，但係佢係一個門口，印咗我哋入咗嚟。大家如果你有留意咧，我哋有啲教科書咧喺中3、4嘅教科書咧，其實有一頁咧係講茶督撐粵劇嘅，粵劇團喎，係用呢一個材料嚟教我哋嘅小朋友粵劇，係將我哋嘅中國歷史。慢慢帶翻出嚟，粵劇喺一個咩位置？喺我哋中國歷史嘅文化長河係做緊一個咩位置？係咁樣一個回事嘅。咁樣我諗我哋做家長咧，企喺你哋呢個大堂嘅家長咧，都應該引以為榮。原來我哋參與咧呢一個粵劇，呢個茶督撐粵劇咧係有咁嘅行落去咁樣。第二咧，點解佢會學嘅嚇？即係講翻點解會學？其實佢媽媽最重要，即係我太太今日冇嚟，我喺第二個活動嗰度，因為佢細個咧，即係因為有兔唇啊，咁啊我太太咧就講話好想咧佢要面對多啲有自信心咁樣，咁咧就係呢一個機緣巧合咧，我哋認識咗茶督撐之後咧，就覺得原來可以做大戲咧，又唔好咁注重個面貌，唔重視個面貌咧，原來。讓佢咧企喺個舞台咧，可以學習嗰時咧有自信心之餘咧，反而咧仲知道要內涵嘅重要。內涵你知咧，馬老師嗰啲粵劇佢背好多歌詞㗎嘛，細個已經背好多嗰啲唔同好深嘅字，中文字咧，慢慢咧，可能係一個資糧嚟嘅。佢今日佢可能未知，但我哋大家讀過書就知啊，細個背誦好多《弟子規》啊，唐詩三百首，細個背誦。到大嗰時咧，你有事發生嗰時咧，佢又可能係幫你過渡困難嘅資糧，呢個係啦。所以咧，其實阿盈盈咧，佢可能未識表達喺茶督撐學到啲乜嘢。但係頭先我好欣賞佢講咗一句，因為我同佢冇夾嘅，佢話我以前真係好任性，呢個我好承認，因為我個女比較係任性嘅，呢個係嘅。但係咧，佢係肯講出嚟咧，其實我哋應該欣賞佢，因為佢係已經知道自己嘅唔好、不足之處，佢一開始知道要點做。但係咁少喺個咁細嘅地方睇到咧，茶督撐呢幾年咧係教到佢係面對咗自己嘅唔好處，學到。嗱有陣時咧，我講咗頭先嗰兩個重點咁樣學咗8年啦，其實呢唔係重點。其實我想再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睇到我哋嘅茶督撐協會咧，我哋嘅成功啦，其實我係覺得係我哋有份，所以我成日講我哋嘅嚇，係咁樣，因為我都係冇著黑色制服嘅人，其實我係有份嘅。你有冇份啊？有份先黑色制服。因為咧就茶督撐個重心咧就係我哋嘅晚晚霞老師。我想講咧就係因為我經歷咗8年嘅學習啦，曾經有2年咧就盈盈去咗粵西學讀書，即係國內讀書嘅，就冇。但係咧佢唔讀，即係佢離開香港嗰時，我哋最艱難咧就係話最唔捨得咧就係離開咗茶督撐學習咗幾年，係呢個。咁我哋都偶爾都會翻嚟學習嘅幾年。我係最主要嘅重心，我睇到晚晚霞咧佢種打不死嘅精神。呢個係好緊要嘅，其實咧係好多風風雨雨嘅，一路行過嚟咧，我哋同佢有陣時去港台俾人訪問啊，或者去做一啲宣傳活動啊，有陣時咧，其實佢係講緊稿，可能係唔知點樣搭下車過嚟做咗，佢又翻去又繼續寫嘢，完全嘅時間係冇任何時間都投入咗喺呢度。但係其實香港政府咧係對粵劇嘅支持係好低嘅。但係佢係冇怨言嘅，繼續支撐落去。經費係唔多嘅，我哋每一次演出都係大家去
去籌期啦、去籌款啦、去做啦咁樣。事實上發生咁多年之後咧，我哋摸到一條路出嚟咧，其實就係話唔好怕，我哋去做，唔好怕，總會有人睇到嘅。所以咧，我諗大家都係俾馬漫行呢種感染力咧走出嚟嘅。你哋今日在座喺度都係呢一個咁嘅精神嚟到嘅，係咪啊？係咪啊？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啊馬漫行。我今日想講嘅就係呢度啦，多謝馬老師。唔該晒。好，咁啊麻煩交個麥咧，俾阿善盈同埋善盈姑姐咧都分享下佢哋結業學員嘅心聲啦，同埋咧善盈姑姐嘅心聲。Hello， 我係馮善盈啦，我今年畢業。今日我哋會攞到一份10週年嘅長刊啊，同埋後面嘅 banner 咧嘅設計係馮善盈嘅設計嚟㗎，我哋攞翻小朋友嘅創作嚟。多謝，馮善盈好有心，成日都幫我畫公仔。我之前做過小做軍啦，之後做過小工，喺2009年8月做過點解大風上嘅推廣，同埋我做過公園對灣欄人嘅大公園，我仲做過月亮姐姐小遊開嘅烏五，同埋公園對灣欄人嘅 princess， 同埋最後一次演奏嘅做過係落冷山下小神仙嘅小月。我將來想做邊個人嘅？之前我好開心可以喺學茶碌撐，因為考撐俾好多機會我做唔同角色，同埋喺唔同地方表演。多謝。同埋好多謝馬老師啦，因為呢6年都係佢教我哋嘅，同埋小葉老師，同埋張老師，仲有丁前媽、依法姐姐，同埋幫我哋化妝嘅吳老師。我都覺得好開心同埋都好感動咁多人參加呢個10週年啦，同埋都6年，我覺得都唔係白過咯。好啦，咁咧我哋咧以下咧都想咧邀請咧阿梁國晴叔叔上台咧，幫我哋咧頒發啲禮物咧俾我哋結業學員喎。咁我想請梁國晴叔叔上台。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位梁叔叔咧，就唔知做乜鬼喎。2003年開始咧，就我哋唔識佢嘅喎。咁佢走咗嚟睇月亮姐姐睡荷香喎。咁跟住咧，每一次我哋演出，佢都特登由佛山嚟到香港幫手拍手掌，同埋佢係好早起身嚟睇我哋做戲。咁梁叔叔咧，佢嘅單位而家在埋係佛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專保護中心專家委員係。咁係好開心從呢個文化學術嘅角度咧去睇茶東燦嘅工作。梁叔同我哋講兩句嘢先，2句啦。到我講啊！唔知做乜鬼喎？茶東燦次活動都有我份啊！今日本來諗住話又話13級就14級颱風，哇！要去香港喎，佢咪打颱風喎。但係終於因為茶東燦感動咗上天，今日終於出太陽。講講我自己嘅感受，睇到呢個拜拜茶東燦呢5個字咧，我有一番好深嘅感慨。正話聽咗2個結業學員嘅家長嘅嗰啲故事咧，實際上都係我呢10年嚟一直跟進緊嘅一啲典型。正話嘅呢2個細路仔同埋呢2個家庭所代表嘅，我覺得咧，真正係茶東燦嘅2個典型嘅案例。呢2個案例當中咧，其實反映咗好多嘢。
從我嘅角度咧，我叫做喺文化機構裏邊係做專業嘅，咁就唔使講嘢啦。我一講粵劇，大家都話：你嗰啲過時嘅嘢，唔好派飛俾我啦，都係咁啦。但係我自己又唔知做乜鬼喎，我自己唔係中意睇粵劇，又唔係中意做粵劇，但係查督撐嘅粵劇咧，我次次都中意投過嚟嘅。咁即係呢個主要咧就係從2003年或者講係更早一啲時間開始，我知道查督撐，但係當時嘅感覺仲冇現在嘅感覺咁深。當時只係覺得細路哥嚟做粵劇，都係一個面貌一新嘅現象。但係通過呢10年8年嘅跟進咧，我發現呢個細路哥做粵劇都要做得其所喎。你唔能夠將刁蠻公主望駙馬搞成動畫片，咁就叫做細路哥嚟做粵劇。刁蠻公主係乜嘢？望駙馬係乜嘢？叫啲細路哥睇完呢個動畫片，點樣理解宮廷裏面嘅打情罵俏？呢個確實係一個好偏僻嘅難題。但係月亮姐姐睡荷香一出現，我一睇，嗰場反斗睡房咧，將嗰4張床全部吊起晒，細路仔隻腳咁樣發過嚟，咁樣發過去，拳頭打喺鼻哥度，全部都係細路仔嘅生活。呢個細路仔嘅生活咧，就係細路仔自己睇咗覺得興奮，睇咗覺得自己有位置，睇咗覺得自己可以擺上舞台，咁樣嘅一啲素材。從此之後，我覺得，粵劇原來可以咁樣搞法，粵劇原來可以咁嘅。呢個就係我通過認識查督撐以後嘅一個新發現。喺咁多年當中，查督撐嘅4個長劇嘅演出，我都嚟睇咗啦。特別咧係點解大風尚咧，連個戲名都用埋細路哥漏口嘅嗰啲口氣。點解大風尚？開始好多人就唔明咧，乜重複晒一個點解已經係唔同咗大風尚啦。仲要點解大風尚？呢個點解大風尚就馬埋下啲鬼才度出嚟嘅。而呢出大風尚睇完咧，又唔係講推車，又唔係講坐車。如果你話派戲票俾啲發燒友嚟睇六國大風尚咧，一定講邊個係蘇秦，邊個推車，邊個坐車，邊個做得唔夠好，邊個唔整中，邊個戲班唔上得舞台。但係喺呢出戲裏邊咧，講嘅細路仔要做大風尚咁複雜嘅一出戲，中間有好多磨練，就係接服裝、做服裝、着服裝，本身都好多學問，要好多功夫、好多功課。細路仔點樣克服困難，令到自己能夠完成咁艱巨嘅工作？呢個過程本身就係一個好好嘅教化嘅素材。我覺得查督撐喺呢個角度動咗好多腦筋。從呢個時候開始，我就感覺到原來查督撐做嘅兒童粵劇並唔係粵劇咁簡單，或者講喺我哋現在嘅正規學粵劇嘅行內人眼裏邊，將粵劇睇成係好刻板、好嚴肅、好有手腳好靚、聲音好靚、百裏挑一揀出嚟嘅嗰粒星先至係做粵劇。但係查督撐嗰啲柴娃嘅粵劇咧，好多粵劇嘅行內人不照將佢列為粵劇，但係好多人唔明白粵劇史當中呢種查督撐嘅咁樣嘅柴娃嘅演戲方法，實際上就係群戲嘅方法。呢種群戲嘅方法喺粵劇裏邊早就有啦，唔係家下嘅發明創造。不過就係我哋嘅時代發展得太快，過去一啲好嘅嘢，我哋當倒細路仔沖涼嘅水一樣倒咗，而細路仔都倒埋出去，而好嘅嘢都倒埋出去，冇將好嘢留落嚟。而呢個群戲嘅方式，就係查督撐針對現在嘅細路仔喺電子計算機二進制嘅節奏底下成長嘅呢個教育背景所產生嘅嗰種節奏，採取咗一種遊戲嘅方式。你睇我哋家啲細路仔，一係沉迷網絡，一係沉迷網遊，打住佢拎住個遊戲機，可以唔食飯，可以唔瞓覺。點解咁刺激咧？
佢可以參與啊嘛，佢可以喺個虛擬環境裏面實現自己嘅夢想啊嘛。我哋點解唔俾機會、唔俾條件俾細路仔喺個呢個粵劇嘅平台裏面實現自己嘅幻想咧？我覺得呢個思路係非常之啱。所以今日我想講嘅係兩句説話，一個查督撐，你話佢係推廣粵劇，你話佢係拯救粵劇，你話佢係創新粵劇，乜都好啦。我係喺2002年籌辦廣東粵劇博物館嘅過程裏邊認識查督撐，到今時今日，我覺得查督撐喺粵劇呢個範疇裏邊所起嘅作用，完全唔同於我哋正規嘅劇團、正規嘅藝人喺佢哋嘅專業範疇裏邊所起嘅作用。有好多大明星，有好多大老倌，但係呢啲大明星、大老倌現在覺得自己越嚟越寂寞，越嚟越賣唔到票，越嚟越唔收得。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嘅思維固化咗、僵化咗，個思維形成咗種定勢。呢種定勢就係我做戲你睇戲，我係專業嘅，你係唔係專業嘅？我係大老倌，你唔係大老倌，就係咁樣一種角度。所以佢哋演嘅戲咧，孤芳自賞，觀眾越嚟越少，距離觀眾越嚟越遠。但係粵劇要生存落去，粵劇要發展落去，最基本嘅依靠係乜嘢？最基本嘅依靠係觀眾。如果冇咗觀眾，再好嘅大老倌，再好嘅劇團，寫再多嘅劇本，都等於係零嘅。所以粵劇觀眾對於粵劇嘅生存發展係最根本嘅問題。查督撐喺呢10年裏邊經歷好多風風雨雨，但係未必培養到粵劇嘅大老倌，未必查督撐出嚟嘅學生都能夠成為粵劇嘅專業人士。